等何时？第十，要等待到何时？云福才临到？要做到啥地步？效果才鲜明？转眼半生会落落，生命近黄昏。要搁行偌久才见目标？第二十，阮一生跟对你，毋愿意放弃。阮一生认定你上好的选择。日子有时无容易，无影响心志。坚心要守望子到彼日，虽罔恶者要阻挡，宣告主权柄，尽力来牵条子到胜利。阮确信会修成，袂灰心丧志。阮温群尽本分，福音主大能。世间车祸无因由，情欲无牵绊。谨慎来仰望主，得荣耀。